我唔講呢一度有幾大啫，你以為160、170平方，其實呢度係126平方，可以做到一個4房。咁我哋依家喺客廳呢個位置，客廳嘅開間同陽台嘅開間都係一樣嘅，6.7米嘅一個開間，樓下就有直通巴翻去香港同荃灣，1日2班，呢度嘅交通非常之方便。而且呢一個單位嘅話呢，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咁呢邊係入戶嘅位置，右手邊呢邊呢可以做一間房嘅，左手邊呢邊呢就一排嘅鞋櫃都已經係做好晒俾你噶啦。咁右手邊呢邊嘅話咧，就放一個6人台嘅餐廳同埋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咧。呢邊係做到一個南北通透嘅效果啊！再睇翻我哋個休息區呢邊，呢邊咧就一個兒童房，都係睇翻湖景嘅，可以睇到湖景嘅啊。呢邊咧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位置。再睇翻我哋呢邊嘅主人房，主人房係非常之大嘅，大概有30個平方係喺呢度，270度嘅一個拐角飄窗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評論區3個6發資料俾你。